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星港醫療中心特約告別式班有方法，我係 Yannis 啊。咁夏日炎炎咧，相信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喺戶外嘅地方享受陽光噶喎。不過對於女士們嚟講咧，皮膚護理都好重要噶。今集我哋就請嚟陳飛嘉醫生咧，為我哋講解一下相關嘅話題噶喎。陳醫生你好啊，咁好多女士們咧都知道啦，紫外線咧就係美白嘅大敵啊。咁究竟黑斑嘅成因又係點嘅咧？黑斑係稱之為黃褐斑，或者係俗稱嘅荷爾蒙斑，係其中一種最常見嘅皮膚色斑之一。呢啲斑好多時會喺面、腮、額、上唇、下巴或者鼻嘅地方出現一啲啡黃色或者淡黑色嘅斑，而呢啲斑嘅成因就係因為過多嘅黑色素，而太陽光就係其中一個原因而令佢惡化嘅。咁黑斑又有啲咩類別㗎？基本上我哋會按照黑色素沉澱於皮膚唔同嘅深度去分類嘅。一般分為三類。第一類就話如果黑色素主要係喺表皮層嘅，我哋稱之為表皮斑。第二類咧就話黑色素聚集喺真皮層嘅，呢啲我哋叫做真皮斑。而第三類就話兩者都存在嘅，呢一種我哋叫做混合型。哇，咁多類型㗎，咁我哋可以點樣防治黑斑呢？當然，我哋首先要了解黑斑嘅成因，先至可以作出正確嘅治療。而治療方法包括激光、化學換膚，或者係針對性喺患處搽上一啲嘅藥物。而喺最近，美國 FDA 正式批准咗 Triluma 呢一隻藥膏，證實係可以有效咁醫治黃褐斑。但係呢一隻藥膏屬於醫生處方嘅藥物，所以患者首先要經過醫生嘅正式診斷，先至可以有效咁去治療呢個黃褐斑。唔該晒陳醫生嘅，咁相信咧大家對於防治黑斑嘅認識咧又多咗咯。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喺戶外嘅時候咧，就記得要塗上防曬霜啦。咁防曬霜嘅防曬係數 SPF 咧，必須要達到30或者以上，先至可以抵禦 UVA 同埋 UVB 嘅。有疑問嘅話咧，可以向醫生查詢㗎。